街喺度，今日有單醜仔猛料等我同你匯報，心心念念嘅 Gemini 准我同你匯報，心心念念嘅 Gemini 終於嚟到港澳，心心念念嘅 Gemini 終於嚟到港澳，全面開放唔使閃霧，大家一齊擁抱。記住兩個大日子，動向全部 update 晒。3月實續網頁版，說請試水溫無壞。3月26就係尋日，正式宣佈全解開。電腦手機即時啟動 AI， 世代齊搭快，全平台覆蓋，人人有份唔使等。Android 裝 App， 定 Assistant 整手精準無得頂。iOS 用戶大客 Google App， 公用解鎖超好用。網頁版隨時開 browser， 發找做變輕鬆。點解而家全面開放？我話你知個真相。地道廣東話無棘成手，帶嚟最優質體面享受。發仔親身實過，推介俾你冇花假，唔使再搞 VPN， 側隻路更快過火車。廣東話超流暢，連路更快過火車。廣東係話超流暢，連我哋口語都識聽。寫 YouTube 腳本搞接近鎖匙，全部得心應手好精明。免費又強大226最暢新生力公里，無論係創作定想病族，用咗就無所畏懼。呢兩個笑真係正，我試咗好用到停到。遲嚟嘅禮物唔好錯過，快啲話俾身邊朋友知道。share 俾身邊嘅摯友一齊享受 AI 嘅便利。Gemini 講我全解禁，發仔同你見證呢個傳奇，唔好再等啦，即刻去玩啦！